加拿大大多倫多地區今日受到暴風雪影響，出現多宗交通意外以及黑冰報告。市府一度封閉 DVP 高速公路，多個校區同大學亦都宣布停課，通勤大受影響。加拿大環境部朝早發出橙色警報，屬於較罕見級別，代表嚴重天氣或會造成重大破壞及廣泛干擾。整個風暴期間，降雪量達到20至35厘米，大雪及吹雪導致能見度下降。降雪喺下午稍後時間逐漸減弱，氣温最高約零下9度，但受風寒效應影響，體感温度或低至零下24度。多倫多公校教育局、天主教教育局、約克區公校教育局等多個校區喺星期四朝早宣布取消校巴服務或全面停課。多倫多都會大學、多倫多大學密西沙加校園、漢伯理工學院等亦都宣布停課。受天氣影響，多倫多公車局6號線分治西輕鐵喺朝早7點46分起暫停部分車站服務，全市有48個巴士站暫停服務。都會聯通就表示，高巴士及貨車朝早普遍出現最多30分鐘延誤，至下晝仍然有部分路線受影響。省警表示，過去24小時內，大多倫多及咸美頓地區一共接獲200宗交通事故，另外有125架汽車被困喺雪堆或者坑渠入邊。警方呼籲司機如非必要避免外出。